喺深藍色嘅海洋入面，小白魚每日都同朋友仔一齊玩、探索、笑。今日媽媽嚟接佢返屋企啦，小白魚開心到不得了，但佢冇急住游走，而係輕輕咁同朋友仔講再見，因為佢知道講再見係一種溫柔嘅禮貌，亦係一份珍貴嘅情感。嚟睇下呢個故事，跟住小白魚學做個有禮貌嘅好小朋友。HY Story。小白魚有禮貌。小白魚好開心，因為媽媽嚟接佢返屋企啦。再見，躲喺殼入面嘅蝸牛。再見，坐喺石頭上面嘅青蛙。再見，匿埋喺葉底下嘅海馬。再見，躲喺石頭後面嘅螃蟹。再見，穿梭喺海草之間嘅金魚。再見，各位朋友仔，我而家要跟媽媽返屋企啦。不過我聽日好快就會再嚟。小白魚，好叻啊！同大家講再見，好有禮貌。小朋友，你哋都可以好似小白魚咁，做個有禮貌嘅小朋友。會同人講聲早，講再見嗎？朝早見到人，記得要講早晨。要走嘅時候，記得要講再見。動物小百科，你識唔識小白魚嘅朋友仔呢？嚟一齊睇下。小白魚，小白魚係故事嘅主角，一條純白色嘅小魚，喺深色嘅海底世界入面特別顯眼。佢活潑友善，最重要係好有禮貌。當媽媽嚟接佢返屋企嘅時候，佢冇忘記同每一位朋友講再見，展現出溫柔嘅心同良好嘅社交習慣。蝸牛，蝸牛成日慢慢咁移動，靜靜咁企喺石頭度，係海底世界最穩重嘅朋友之一。佢代表耐心同細心，提醒小朋友，即使動作慢，都可以成為可靠嘅夥伴。青蛙，青蛙活潑好動，鍾意跳嚟跳去，係一個充滿好奇心嘅小夥伴。佢象徵探索同快樂，鼓勵小朋友勇敢去試新嘢。海馬，海馬身形優雅，好似一匹小馬咁喺水入面漂浮。佢安靜獨特，係海底世界最有美感嘅角色之一。螃蟹，螃蟹有堅硬嘅外殼同大鉗，走路橫行，好似有啲固執，但其實好可靠。佢象徵堅強同保護，係細白魚嘅守護者之一。金魚，金魚色彩鮮豔，溫柔又友善，係細白魚最親密嘅朋友之一。佢成日笑住陪伴大家，象徵分享同關愛。故事講完啦，多謝你嘅收睇，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分享。聽聽音樂，放鬆心情，準備瞓覺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晚安。